各位空中沙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黑狗兄539频道。黑狗兄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3月初10拜一精彩539沙车高峰版。咱今日这版沙车高峰版为6月27开始，6月27英澳开第一粒，英澳开咧第一粒下4期。1、2、3、4，手会册字，家画起来。咱先看这期，英澳开第一粒，顶5期。1、2、3、4、5，顶5期的第4粒，再来顶6期第4粒，再来7、8，顶8期的第3粒。这3粒豆仔，英澳1620。会伫咧英澳下4期开，咱先来看英澳第2粒顺开，再来16第3粒20，第4粒刹车高碰，再来咱即摆来看第2期，第2期伫咧10月16，10月16这嘛是共款。英澳开第一粒，再来下4期1、2、3、4，10月21家画起来。共款，英澳开咧第一粒，顶5期1、2、3、4、5，顶5期第4粒，再来顶6期的第4粒，再来顶8期第3粒，这3粒豆仔17、31、35，共款的伫咧英澳下4期开。咱先来看17，第3粒顺开，再来31第4粒，35第5粒，共款是刹车高碰。即马咱来看上后一期，上后一期伫咧3月初5，3月初5这嘛是共款。英澳开第一粒，下4期1、2、3、4，3月初10家画起来。共款，英澳顶5期1、2、3、4、5，顶5期的第4粒28，再来顶6期的第4粒27，再来顶8期的第3粒18。这3粒豆仔18、27、28，共款爱伫咧英澳下4期开。下4期就是咱3月初10拜一。黑狗兄甲大家介绍即版精彩539刹车高峰版，这3粒豆仔18、27、28，互大家做3月初10拜一精彩539刹车高峰版参考。这3粒豆仔，大家嘛会当坐车做使用。以上是黑狗兄今日的分享，今日分享就到这，感谢各位朋友今日来收看黑狗兄的影片，大家再会。